作為 ViuTV 新任職員工，冇理由做團中唔玩 game show 啩？一於去呢度啦！今日即係我要負責贏錢咯，贏輕鬆啦。Sport 由男團化身成學生會內閣，接受一連串嘅遊戲考驗，經歷爾虞我詐、勾心鬥角嘅心理戰，誓死爭奪校方之金。Sport， 我哋 dance 翻個 beat，好冇？好。學校內閣 Sport 要上巔峰，我哋做事肯定唔會鬆，腳踏實地向上爬。校園地盤我哋打，要少要多，分力要厚，戰術撥款仲未夠厚，向上爬，拎大錢，向上爬，拎大錢 ，Sport。波中出了2個叛徒。Dear Sport， 今日7位成員入面將會有2位內鬼暗中搗亂。嚟緊將會進行3個遊戲考驗，你哋贏得嘅資金會放入喺學生會金庫，但係2個內鬼亦會從中作梗，令到學生會損失資金可以代入佢哋嘅內鬼金庫。而內閣 Sport 任務只得一個，就係成功揾出2位內鬼，贏得學生會金庫嘅資金。假如只係揾到1位或者揾唔到內鬼，即屬失敗。2位叛徒就會贏得內鬼金庫嘅所有資金。Good luck， 你真誠的神秘人上。我哋上去揾咗主任先啦。好。 Go， 順便揾埋嘢飲。今日你哋學生會內閣 Sport 將會經歷一連串嘅審批考驗，證明你哋有秉承到德智體群美，從而賺取起動資金，總值港幣1萬蚊。哇！想唔想要啊？想！宣佈咗個 game 係有真金白銀去玩嘅時候，我哋係更加想去贏咯，因為哇有1萬蚊啊！開始遊戲之前熱一熱身先，喺限時20分鐘裡面，你哋接200隻紙飛機，接得少就蝕啦，因為越接得多，喺之後嘅遊戲就越着數。OK， 3、2、1 ，Sport Union！ 接紙飛機環節開始，之後好似係唔知咬一下咯。喂，內鬼唔好突然間掉咗內鬼喎，內鬼。我接完啦，係接飛機，好去操場，去接飛機。行啦 ，Onion， 我哋 Onion。頭先你哋接嘅飛機咧係代表住唔同嘅投球嘅球類嘅，分組牛牛、Alvin 同埋 Dave 負責喺下面用抽籤抽到嘅工具去接飛機，而剩餘4位就會喺第2層放飛機啦。一位挑戰者咧就係 Alvin 用捕蟲網，準備好未？準備好 Let's go！ 哇！哇 ！OK 喎！哇！好盡力！哇！呢個籃球啊！呢個咩事啊？真係用咗捕蟲網個捕啊！應該可能有20幾架飛機到咯，都唔係咁難啫。哇！好盡力啊 ，Alvin！哇，好勁喎 Alvin！喂，有料啊 Alvin 啦！唔係我特登，我唔係特登啊500蚊㗎！哇！喂，梗係穩陣射啦。同埋 Dave 都係校隊。但我哋頂埋佢，我哋好快食飯，好唔好？加油！一皮嘢啊！你哋3位咧就根據你哋得到球表嘅金額，可以入落去內閣嘅啟動資金內鬼基金裏面。嚇？咁咪入去錢咯。Game 2轉身射個3分波。第一位挑戰者 Alvin 咧，佢係借18個籃球、4個網球同埋1個乒乓波。OK， 我會俾你知道隊長嘅實力唔係浪得虛名。好，準備好就可以開始。第2球。一開頭我射晒係好準嘅，但係越射咧唔得。呢個校服，如果呢件係變翻一個波衫咧，我一定會入。加油啊！咦？啱啊，入到而家入唔到。OK，
邊。 4個網球，拋埋線向上向天。哎呀！哎呀！大力啲，大力啲，大力！冇啦冇啦，冇咗1200蚊啦！哎呀！冇咗500蚊啦！咁啊計到內閣金額咧有1000蚊嘅進帳。其實我覺得，如果一開頭我唔喺中間，因為中間係遠啲嘅。如果我喺左邊嗰啲位置射咧，就會再賺多啲錢。轉身射個3分波，成績公佈 ，Alvin 入咗5個籃球，為內閣金額增加1000蚊港幣。校董會商討咗，今日呢個計劃嘅總金額上調至2萬蚊。咁開心做咩啊？如果有機會係俾內鬼得到嘅話，就2個人分晒嗰2萬蚊㗎啦。Dave 係第一個，第二個我仲諗緊，我覺得係呢兩個其中一個。但係咪都知佢係衰定係唔 check 佢咧 firm 一個先，firm 一個先，係咯，firm 咗先，firm 咗先。因為呢個情況最點都係淨係 firm 到一個㗎咋，最多。初人咧，係咪呢位新初人？其實本身我對 Dave 都有一絲希望嘅，因為